三上二冊21世紀現代中文第15課文彥博灌水浮球。第一段，宋朝時期，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文彥博。第二段，文彥博自小就十分聰明。有一天，他跟鄰居的小朋友踢球，正玩得高興時，那個球骨碌碌地滾進了一個樹洞裏。第三段，一個小朋友挽起衣袖，爬在洞口，伸手到樹洞裏掏。樹洞很深，摸不到底，怎麼辦呢？第四段，這時，另一個小朋友拿來了一根細細長長的竹竿，他把竹竿插到洞裏，使勁地撥着，但樹洞裏彎彎曲曲的，還是沒能把球撥上來。第五段，其他小朋友七嘴八舌地出主意，有的說拉一頭牛來，讓牛用角把樹洞拱大，有的說乾脆回家叫大人來幫忙。第六段，文彥博一直沒吭聲，他專在樹洞邊觀察了一會兒，然後站起來說：這事我們自己可以解決。大家馬上回家去，每人提一桶水來，我們讓球自己跑出來。第七段，小朋友們都半信半疑的，但還是紛紛提來了水。文彥博指揮大家，把一桶桶水灌進樹洞。很快，樹洞給灌滿了，球借着浮力，自己跑
上了洞口。句號。第8段，文彥博長大以後，逗號，成了一名受人擁戴的好官，逗號，後來還當上了宰相，句號，他機智過人，頓號，處事果斷，逗號，對當時社會的安定繁榮，逗號，作出了很大的貢獻，句號。認讀字詞。宋朝，宰相，骨碌碌，衣袖，竹竿，社會，安定，貢獻。運用字詞。灌水，滾進，挽起，爬，塗，摸，插，撥，七嘴八舌，專，解決，一統，半信半疑，指揮。